美国最新发布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指责中国阻挠国际调查。对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奎周六表示，这份报告是一份彻头彻尾的政治报告、虚假报告，毫无科学性和可信度。美国官员周五在一份非保密简报中表示，美国情报界未能解决拜登政府内部关于新冠病毒是否起源于实验室事故的激烈辩论。简报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新信息，比如最早期病例的临床样本和流行病学数据，分析师将无法提供一个更明确的解释。由土耳其国防公司拜拉克塔开发的阿科恩者攻击无人机于8月29日在仪式上移交给土耳其武装部队。测试过程中，打破土耳其航空历史高度纪录的阿科恩者在空中飞行了25个小时46分钟。阿科恩者进攻型无人机以其能够发射空对空导弹和人工智能等诸多特性而备受关注。被推迟的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决定于11月28日举行。吉尔吉斯斯坦今年4月11日举行宪法公投，新宪法于5月5日生效。根据新宪法，即国家政体由议会制过渡到总统制，总统有权决定议会选举的日期。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哈米德尔扎伊国际机场发生爆炸。阿富汗警方称，一名儿童在机场西北部的火箭榴弹爆炸中丧生。另一方面，美国军方星期天针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个以攻击机场为目标的可能自杀汽车炸弹进行了军事打击。报道说，这一消息得到了塔利班发言人的确认。中国谴责美国海军军舰和海警船穿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28日发布声明表示，驱逐舰记得号和海巡舰门罗号于27日行驶通过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泰国反政府示威者昨天再度集结，要求总理帕拉育下台。上千民众以骑机车或开车方式游行，表示对政府抗议不力的不满。土耳其国家女排在2021年欧锦赛最后16轮比赛中以3-1击败捷克队，晋级8强。维吾尔人权活动家罗西安·阿巴斯女士在一篇关于中国对维吾尔儿童实施汉化政策的文章中表示，虽然已有140多个国家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但国际社会并未采取行动保护维吾尔儿童。